請注意，本片由無感情嘅 AI 配音，並有粗俗用語，不是為兒童而設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多謝以上嘅金主嘅鼓勵同支持，大家記得按下訂閱先唔會錯過之後關於小可愛同自嘲紅嘅資訊。故事一開始，5級除草證考試就嚟殺到，肥痴懶係勤力不停係度溫，就算小白問佢嘢，肥痴都冇晒反應，專心望住本書。小白見肥痴咁緊張，就話你溫書溫咗幾百話咁多篇故事，一定冇問題嘅。之後佢哋兩手緊握，激情四射，點知連靜電都頂佢哋唔住，佢兩個隻手一掂到就即刻電親。畫面一轉，小白同兔哥吹水，就話不如送個合格嘅御守俾佢補佢上路。小白就用手指只有兩條路揀，一係買好啲，二係自己整。點知兔哥就話三係去街邊執，小白就話咁都得。邊度會有得執呢？兔哥就即刻跑去附近揾，露咗個屎忽出嚟，就係附近執到個塊閃靈靈嘅嘢。小白即刻話幾好喎，咁鬼靚嘅快樂葉。點知講完就覺得有個樂字唔係幾好，跟住佢哋執咗幾件御守候選佳麗出嚟，分別有星形石頭、蘑菇、橡子同埋幾紮拜山用嘅劍蘭，但係揀極都揀唔落手。小白就攞住紮劍蘭花喺度諗，定係買個真正御守形狀好啲呢？小白見兔哥帶住個發光嘅金剛圈走埋嚟，就問佢邊度執咗啲好嘢。兔哥就指住個山墳，小白就話呢個攞嚟做御守一流，不過就咁攞走人哋啲嘢唔啱喎。而且睇真啲，呢個金剛圈原本應該係山墳個公仔頭上面，望落去都幾似天使喎，係咪俾翻佢會好啲呢？小白就幫兔哥除，點知除極都除唔到，好似有嘢棘住咗咁，仲痛到兔哥係咁叫。突然間兔哥變咗面，就笑住話冇事。小白就發現兔哥有啲古怪，點解佢個樣同埋把聲會變得咁溫柔嘅？兔哥就話整個御守俾肥痴，就向住市集方向出發。小白心諗個金剛圈都係除唔到，而且戴住就變得溫柔咗，唔通呢個就係金剛圈嘅庇佑？小白見好溫柔嘅兔哥買咗一堆嘢，唔知佢會攞嚟做咩呢？兔哥兩三下手勢就整咗個御守出嚟，而且入面仲有張一定合格嘅好運便條。小白大讚兔哥好鬼勁，就連呢啲嘢都識整。不過佢望真啲張便條，就發覺有啲奇怪。咁啱有個小可愛仆街瞓咗喺度，兔哥以0.1秒飛身扶翻個小可愛起身，仲幫佢執翻起啲麵包。小白開始感覺到呢位兔哥唔似佢一直以嚟認識嘅兔哥。之後兔哥不停幫其他小可愛，小白就話佢嘅溫柔好似停唔到，仲見到兔哥個樣每秒都不停變緊，一時溫柔咁笑，一時又係變翻平時嘅佢，望落去好似好痛苦，個內心似不停喺度掙扎緊。之後兔哥幫小白喺度除塵，小白就心諗庇佑係唔會令到兔哥變得溫柔。應該係頭先個山墳詛咒緊佢。之後小白行返去個山墳前面，見到天使個樣好似死老豆咁黑晒面，唔通俾兔哥攞咗個金剛圈，所以嬲嬲豬。見到兔哥趴咗喺度除山墳前面啲雜草，小白就即刻將兔哥個金剛圈除出嚟，但係用晒全身奶力都除唔到，就諗緊有啲咩可以取代個金剛圈供奉佢，就係附近揾緊都冇。揾下突然間靈機一觸，腦海出現東甩呢兩隻字，小白自言自語係度講東甩個款係最似天使個金剛圈。兔哥聽到小白講，就勁主動講你想食我就去買啦。小白唔相信真正嘅兔哥會主動咁樣做，最後兔哥買咗一盒 Mr. 東甩返嚟，小白一打開佢就見到好多款東甩，但係全部都係冇圈款，兔哥就勾晒頭係度笑。小白望住啲東甩講，再唔快啲除咗佢，真正嘅兔哥可能永遠俾佢封印咗。點知兔哥又攞咗另外一盒 Mr. 東甩出嚟，小白就即刻打開佢。今次呢盒終於有圈圈款嘅東甩啦，見有咁多款，究竟邊款好啲呢？不如揀可以一粒粒分開食嗰款東甩。小白醒起而家唔係食東甩嘅時候，要快啲攞東甩去供奉。不過見到4款都好好食。究竟揀邊款好呢？最後揀咗款朱古力同忌廉味嘅混合體東甩，實有款啱佢口味。點知一放喺天使頭頂上面，
兔哥突然瞓咗喺地下發羊吊，而天使個樣變得更恐怖。小白大嗌頭先唔計唔好嬲，就即刻食咗個朱古力忌廉冬甩落肚。食緊冬甩嗰陣，望多次兔哥頭頂個金剛圈，唔通個朱古力忌廉冬甩相差太遠，咁同兔哥嗰款相比係又清爽簡單啲嘅，就再睇下盒入面嘅冬甩有邊款啱啲，要簡單得嚟又食到甜味，最後攞咗款最比色嘅冬甩。小白就將佢放喺天使頭頂上面，又講佢個金句，相信今次一定會救到兔哥。突然間成個山墳發晒光，擺喺天使頭頂上面嘅冬甩變成咗金剛圈，而兔哥嘅金剛圈就爆開兩截。小白大叫終於除到啦，就見兔哥攤咗喺度，係咁問佢有冇事。見到兔哥嘅眼耳口鼻變翻之前咁，而兔哥就好似啱啱瞓醒，仲未知發生咩事。小白即刻攞個御守俾佢睇，問佢仲記唔記得係你自己整噶？兔哥望完即刻大嗌一聲，仲將個符文摺成5個角，再掟喺地下，仲將個御守飛上天，再套落自己隻耳仔度，再用肥腳一嘢將符文踩入泥土埋咗佢。兔哥即刻大嗌一聲，我就係肥黐嘅御守。小白見到呢一幕，感覺到真正嘅兔哥終於翻嚟。畫面一轉，兔哥就攞住2盒冬甩同小白一齊過去揾肥黐。肥黐一打開門，兔哥即刻攞個冬甩出嚟。肥黐諗住有得食之際，兔哥即刻食咗個冬甩，唔俾肥黐食，仲食到雜雜聲勁鬼衰。跟住又攞另一個冬甩出嚟，肥黐以為有得食，點知兔哥又擺入口，激到肥黐扎扎跳。小白見到就笑住，唔通係兔哥另一種溫柔。總結下今篇故事同個人見解。今篇故事主要講述肥黐即將考5級除草正試，小白為咗撐佢個好兄弟，就同兔哥一齊研究送邊款嘅御守俾佢。當然有過度活躍症嘅兔哥又闖咗個大禍，今次就攞咗山墳入面嘅嘢，之後俾個神明落降頭，俾類似金剛圈物體箍住，搞到性格同行為變咗個極之溫柔同善良版嘅兔哥。好在最後小白用冬甩破解咗金剛圈嘅詛咒，兔哥先可以回復翻正常。而山墳入面住咗個好似天使樣嘅物體，應該係小可愛世界其中一位神明，就好似現實世界嘅土地公公，只不過呢位神明係識得暗黑嘅法術。睇嚟小可愛世界嘅神神佛佛都係唔好接觸比較好啲。而兔哥俾神明詛咒期間，走咗去買2盒冬甩返嚟，除咗話俾大家知兔哥係有錢仔之外，亦都同大家講將來會同 Mr. Donut 出完成，搞到我而家都想走去尖沙咀買返個嚟食添。另外兔哥清醒返，見到自己做過嘅黑歷史嗰陣，除咗勁嬲之外，佢將個符文掟落地下之前係接咗5個，而係日語入面同合格係同音嘅。之後兔哥再大力一嘢將符文踩落去泥土埋咗佢，亦有說法唔係用腳而係用手。而兔哥將個御守套落耳仔，即係話俾大家知兔哥就係肥黐嘅流動御守。睇嚟肥黐第3次5級除草正試都10拿9穩啦。查實大家仲記唔記得肥黐對上一次考除草正試係幾時呢？答案係4年前。呢段期間肥黐經歷過好多長篇故仔，每次都見到肥黐不停喺度溫緊書，唔通長野老師要肥黐溫書溫到2046？好在去到今篇御守篇故事完咗之後，漫畫係接住落去肥黐考第3次除草正試，不過漫畫故事未畫完，仲更新緊，等長野老師畫晒之後，會即時再出佢下一篇故事。唔知大家覺得肥黐考試結果係咩呢？粵語版嘅小可愛御守篇解說大致係咁多，歡迎大家留言對呢篇有啲咩睇法。中意嘅俾個心心同訂閱呢個頻道支持下，仲有記得 share 俾更多中意小可愛或自嘲紅嘅朋友睇。最後送上御守篇主題曲俾大家欣賞。輝きすぎる
人